大家好，我係莫燕君醫生，我係婦產科專科醫生。究竟開刀定係順產好啦？但係其實就冇話邊一樣嘢特別好嘅。咁通常我都係建議同返婦產科醫生去傾啦，去選擇一個比較適合自己嘅分娩方法咯。順產啦，定係開刀咧，其實都有佢好處壞處嘅。咁因為順產其實媽媽就要經歷由嗰個陣痛到真係個子宮頸開晒啦，到 BB 真係出世啦，其實需要嘅時間咧係會長啲嘅。相對之下啦，開刀啦，其實就係麻醉咗，跟住就開刀，跟住攞 BB 出嚟，個時間想象得到就係短好多嘅。雖然即係順產需要嘅時間係長啲啦，咁但係因為嗰個傷口細啲啦，其實康復嘅時間咧亦都係會快啲嘅。順產就會有一定嘅痛咁不過就有唔同嘅方法啦，譬如止痛針啊、無痛分娩啊呢啲。開刀就因為麻醉咗，咁其實喺成個過程媽媽就唔會感覺到有啲咩痛楚啦。咁但係生完之後，因為個傷口係比較大啲，所以會痛啲。吊氣啦，其實就係聞住嗰個止痛器，止痛效果咧，其實係3樣嘢入邊咧最少嘅。效果最好咧，其實就係無痛分娩。無痛分娩就係麻醉科醫生啦喺背脊嗰度打麻醉藥嚟到止痛。基本上咧呢個止痛效果咧非常之好，不過就唔需要話擔心，即係去到後尾feel唔到話子宮收縮啊，唔識得去push 啊呢啲。因為去到後期咧，如果 BB 個頭已經好低嘅時候咧，咁呢啲痛咧都未必話無痛分娩係可以減到噶啦。媽媽都其實仍然係 feel 到 BB 要出世都會識得去 push 嘅。其實止痛針咧，咁其實就大概係4個鐘頭打一次啦，止痛效果都好好嘅，不過就唔夠無痛分娩好咯。有一個唔好處咧，就係 BB 出世4個鐘頭之內打咗咧，就驚影響到 BB 唞氣咯。咁順產咧，其實因為喺個生產過程之中咧，一下下宮縮啦，其實係幫到 BB 將嗰啲開水咧壓出嚟嘅。咁其實順產就有利 BB 即係出嚟唞氣會好啲。其實開刀本身就唔會對 BB 有啲咩直接嘅影響嘅。順產咧，咁如果喺呢個生產嘅過程中咧出現咗問題嘅話咧，咁有機會可能要轉緊急開刀嘅。譬如話子宮頸未開晒情況之下 ，BB 心跳唔理想啦，又或者係子宮頸又係未開晒，但係 BB 開水濁啊呢啲情況都有機會可能要轉緊急開刀嘅。另外一啲風險咧就係順產，如果係需要剪一啲會陰傷口啦，傷口有機會出現一啲併發症，譬如話發炎啦，或者係積血啊呢啲問題嘅。另外有部分人如果嗰個傷口比較深啲嘅時候咧，就有機會有出現肛門撕裂啊呢啲併發症。開刀另外一風險咧，就係如果開過一次刀嘅話咧，之後將來再生小朋友啦，胎盤植入嘅風險咧係會增加嘅。咁胎盤植入咧，其實個意思就係個胎盤咧生咗入去之前，開刀做手術嗰個拉入。臍帶前頸咧，其實就都係一個比較常見嘅情況。其實絕大部分咧都唔會對 BB 造成危險嘅。臍帶前頸咧，其實可以透過超聲波檢查去睇得到。當真係超聲波嘅時候，見到有咁嘅情況咧，其實都唔需要話過分擔心嘅。因為 BB 其實喺媽媽肚入邊啦，會喐動啦，其實有機會之後個臍帶會鬆翻，冇再有話臍帶前頸呢啲情況咯。咁所以呢啲情況其實唔需要太擔心嘅。同埋一般呢啲情況咧，都唔係話一定要去開刀 BB 出世啦，因為其實大部分媽媽都其實係可以順利去陰道分娩嘅。